气象署提醒大家，这礼拜西南风会愈强，全台湾的雨可能会落几礼拜，尤其是中南部，都要注意会向上大雨。也若其他的所在，过道嘛是有可能会向变天，落雷公雨。天顶乌云真多，伫对流云系发展真旺影响下，气象署讲拜一到拜六风面较悬，而且小可挖北平，另外西南风真强，有计全台湾连续6天的落雨，中南部短暂阵雨也是向落大雨，其他所在是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。也5日连假车接收假即天会出现上百车流，全台各都会有11路段会有车水塞车的情形，其中国5北向宜兰到北南，伫早起9点就有车流了。国一北向苗栗到湖口路段，从下午1点到晚上10点；国3北向关西到大溪，从下午2点到晚上9点；以及国5北向宜兰到坪林路段，从上午9点到晚上10点，也预计都会有车多拥塞的情形。建议北向的用路人可以利用上午的离峰时段行驶国道。高公局讲，最后一天的连假，那民众无想要塞车，西部国道想要上北的，建议伫南部地区9点时出发，中部地区是伫12点进前出发。也若国道5号想要上北的，会使伫9点进前出发，才可到节省一个宝贵的时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伫前几天啊，家人台二线调景公园